哦，原來佢我哋精英中心嘅格鬥技擊喺東南亞係首屈一指嘅。其實董事局今次喺日本請我翻嚟係重組中心，所以咧我就覺得中心裏邊呢，就只係應該有空手道嘅存在。淨得你空手道，咁我哋點啊？可以加入我哋空手道部，但要先經過選拔，絕對唔會接受垃圾。做咩望住啊？唔係，唔好誤會，我唔係針對你，我係話在座咁多位都係垃圾。好你個街！點啊？諗緊咩啊？嗰封挑戰書燒佢把啦！哎呀，好彩仲喺度，嗱聲啊！974年第一次喺東南亞打自由搏擊就攞冠軍。1980年連續3年橫掃日本嘅空手道高手，中國古拳法唯一傳人鬼仔達，並譽為空手道嘅黑聖魔鬼筋肉人。嘿，你做咩睇你？冇錯，呢個就係魔鬼筋肉人當年比賽嘅造型。喺1988年嗰場中日大賽，俾我師傅打跛咗隻腳之後，就銷聲匿跡。你實在因為你個跛佬咧，做咩啫？幾廿歲啦嘛，開人挑戰喎。係佢，中國古拳法第2代大弟子何金銀。真我接受你嘅挑戰。如果我打贏你嘅話，我中國古拳法從此喺地球上消失。不過如果你輸咗，我要中國古拳法堂堂正正入主環球體育中心。一言為定。